嘅读书人，要把我唔地理法嘞。不过出差就出差无奈，也做喺环境，希望手机原谅啊。事情也不能全怪于你，若不是我家兄长的阿伯，也唔会发生你看嘅事情。太哥哥，年年可畏，万人传扬出去，对你对我都名义唔好啊。所以高太哥，你男家唔错，若是批了我兄长跟地，佢应该饶过你呀。哎呀，小子，可惜唔知做多大，一家表爱飞机呀。把我表你回去，也是要容易的事情。不过，难保我的兄长唔会再多做一千年的麻烦啊！啊，我看你是否离开你的地方啊？你睇我离开花田村，也唔过刘小姐拆了家族。也个会欠人的麻烦啊！嘿，就算那个阿哥再去请刘小姐的麻烦，你又能帮忙什么呢？你放心，我要管好我的阿哥，唔会本佢该请刘小姐的麻烦啊！嗨，多谢小姐呀！不过我有一件事想问你，唔知该问不该问？向小姐出说无妨。公子啊！你拿去吧。且慢，小姐，萍水相逢，俺要办最难人的金钱啊！太丈夫公明天爷，拿去吧。唉，小姐的恩情，俺要用办报答吧。出人为快乐之本，只要你能口气公明，将拿来为爱就是了。哎呀，不要再说，快走吧。唉，多谢小姐，以后能口气公明，了点恩情，我会来报答你啊。哎呀，错啊，小姐，我麻烦你，去老弟刘小姐讲，我不辞一片啦。这点小事，我可以帮你，也不过我也拿刘小姐，
不相识，就算见了面，佢也不可能会相信我嘅言语呀。哎呀，错啊！我哋有一条个事件，本人拿姑父去做凭证，我喺公明迟到，而我来讲，我马上回转娘亲，回顾生难，我此心不变啊！放心，我为了转告于他，你就快上进去吧。后悔有期，后悔有期。乜嘅事情呢？刘家请了官兵来拖延了。我太过呢？你呀做上山以前太夜了。哦，我想想，爱去刘家，一来看看刘少奇，二来做一个顺水人情，将变公子交代嘅事情转告刘少奇。请问哪位是刘少奇？哦，我就是。哦，我哋奉了燕海衙之命，将你逮捕，将刘少奇让我哋回去吧。好，我随你前往。将他入来，不过样啊，佢冇下口啊，唔肯下口啊，这对呀，他统统有意记了，顺作误状，怎么敢下口呢？刘福，拿231万，将枪给入来。是。我来老一人讲你啊，今日好消息。好。言歌言爱，枪起，公子枪错。刘福啊，奉茶。要得。多蒙公子慷慨创意，推升我的地位，老夫非常的感激了。哪里，私出金劫，为救受钱，才下此策，别人爱看笑话了。
哎，公子南攀五丈，推上五的苏难，喝他粮食，非办腐肉可比啊！老夫非常的钦佩了。好说了。唉，如老夫的貌面，敢问公子可曾批判？我也去批。啊？哦，不，首先尚未齐齐呀。既然如此，老夫想把圣物匹配本公子，不知公子意下如何？哎，这怎么可以呢？马该呀，公子，你才爱夫妻不离情之下，时常圣物的规范，随时为圣物的给予，但你是读书人啊，应该低俗他理呀，这名分一听了不能反悔啊！不啊，我的意思，首先那是一该很舒适，只怕各攀不上啊。在哪里执法呢？我并非嫌贫爱富之人，何况公子少年中举呀，将来必胜的太戏，这件情事就按样讲听了。哦，哎呀，我有一个回婚的要求，我可以跟手机一个面膜啊。男女叔叔不亲啊，可也不可在。哎，五人见面，有何不可呢？马该啊！不，我是讲男女叔叔不亲，还不太妥当。我看你来粉丝啊，越嫁越好，明天就会防多今日。我看啊，就不要举行婚礼了，免得节外生枝啊！今晚就请你到书房委屈一下吧，刘福啊，刘福。你要好好伺候扁公子啊！遵命。老夫谦退了。人爱强骗。春兰啊，你的这么干？刘太叔。小姐很爱钓一个莲子汤，本变公子哩。鸦片，我来伺候就好，你去歇困吧。哦，阿娘呀，好。变公子啊，也是爱小姐炖个莲子汤，你用了以后，我同意落去书房歇困啊。我唔要啊。哎。也爱小姐的一番好意，你就领吧。我唔领。啊！你们变公子，老呀，哎，春兰啊！
为什么假冒变公子，来来变公我的父亲，哪一个我失吹？强慢强慢，完了，那我官府也是吹，刘少奇啊，我虽然唔係变公子，可是我有变公子的权利哦。如果你爱话，係乜個意思咧？我唔講，當然亦唔會明白啦。我是為變公子，該結拜兄弟呀。什麼？既然你老變公子係結拜嘅兄弟，你就不應該做出如此無恥嘅事情啊！你先別罵人，等我將話說完。本人心甘情願。你講啊！我兄弟兩人是個紀人，不要上進富狂，隨地他一片不棄，喜愛伸手於他，拿了原諒以後嘅個偏體。雖然佢哋有婚約彩線，可是可其不勸，出於無奈，讓我專家50兩元，將你盡用我為妻。我以為你啊是一位美人，所以我先答應了啊。你胡說！變公子見未見財夢意，我冇相信。我當然第一唔會相信。哦，你看來這是什麼東西？這什麼？春蘭，俺哋幾萬人呢？你看我是誰呀？啊！你春蘭，你到底係乜人呢？小姐，伊係祖堂嘅小妹，竟然那麼嘅變公子，可能做咗無命誒。不要聽，官家將那個羅文標出來，那麼標貨誰有個聽啊？我歸家已本死。嚇！原來叫真人攞回來咯。假人從人，我背就教訓，唔知人嘅厲害，來人啊！去！太公，你幹啥？連俺也認識看了。